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马海上的风台警报呢，伫暗头已经解除，不过北部一时会透风落雨，咱啊西部地区就要注意透大风。大法官被提名前，尤碧祥即马有人逼讲，伊伫咧做辩护人进前呢，有含这证人串通口径，本人伫面前强调，清清白白受检视。高雄演造一台载更过的拖车经过这路口要倒弯的时阵，所插入去直直行的公车内面，加载是无人受伤。气象局伫下晡5点半解除马瓦风台海上风台警报，不过这气象局也提醒讲，虽然这风台已经走啊，明仔载北部山区有关会落雨，那海边的风影也是真大，西部地区一直透大风到拜五，请民众要特别注意。另外，这风台走去日本沖縄话，国内三大国际航空也拢宣布取消6月7日往回沖縄的航班。即阵真大雨，还阁有强阵风，台东南苏绿岛3.1平均风力加阵风，达到停班停课标准。伫花莲滨海前一天出现6公尺悬的大影，其中花莲石梯坪渔港因为港水向东平，每一摆大影就真侪海水灌入来。这2天也伫渔港内底造成敢若像海水灌入的情形。涌浪强的话呢，我们港里面不是港了，跟河流一样。那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的缆绳基本上都是1寸半或者是2寸的缆绳，才有办法承受住。宜兰市区早起也落大雨，部分的地区地面水积水，雨伤大，骑车人只好暂停伫路边。虽然马湾风台减弱了后，部分半径缩小，气象局伫3日暗头已经解除海上风台警报。也不过2天以来，宜兰县大同乡的翠峰湖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6月7日，北部山区也有明显的落雨。明天周4在北部山区还是要留意大雨的情形，而在北部以及东北部山区这几天都有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已经都有一些局部的豪雨出现，也提醒大家，如果前往这些山区活动的话，留意塌方落石的情形。6月7日，台湾各地依然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局继续发布强风特报。台南到苗栗沿海空旷所在，也有机会有9级到10级强阵风。一直到拜六，东北部海边甲猫祖海域的海象拢无好，提醒民众避免到海边活动。记者综合报道。4名大法官被提名人昨公布了后，其中一位做过一头回学运诉讼起步律师的尤碧祥，就人甲逼讲，真正伫咧做辩护人的时阵，有甲证人串通口径。尤碧祥本人是无被接受访问，敢若伫面册顶头回应讲，伊一世人清清白白，即寡拢是无影无迹的代志。大法官被提名人30做一个公开，真出名的冤案律师尤碧祥嘛是其中一个。过去几啊届参加废除死刑的活动，嘛捌做过太阳花学运义务律师，不过名单单才公布，争议就随来啊。云林地方法院法官孔树正伫人面册抛出判决书，讲2005年伊审理云林分化路食钱案，尤碧祥正做被告的辩护人，涉嫌串证。事先私底下接触证人，甲被告还佫有证人做伙串口径，证人出庭作证的时阵，在笔记簿内底记录的，甚至甲检问的内容同款。这个案件的公诉检察官蔡启文嘛讲出迄当初的过程。证人讲完才讲2-3句话而已，他自己就马上违背程序跳起来讲说：“证人那个我绝对没有叫证人说什么不是真实的话。”我认为光是以这样子个案的一个心虚表现我认为说他的品格就是有蛮大的瑕疵的。大法官徛伫权力冲突的核心，做出法学价值的判断。蔡启文认为讲，尤碧祥有品格问题，并无适合多连力赢因家己的人，嘛那像出现无共款的声音，无挺蔡总统提名人选。立委苏治芬转达普文，讲尤碧祥甲证人做伪证，互提名做大法官，实在是不可思议。立法院在审查大法官的公听会跟审查，包含说质询的程序，都是真刀真枪、即问即答的。我相信他们自己都应该理解，他们会面对到什么样的考验，才可以胜任这个职务。尤碧祥真低调未受访，敢若伫咧人面册配回讲，伫接受提名进前，已经料到家己演过代志甲人格，会接受全面上高规格检验。伊认为伊做人正派，想袂到煞拄着恶意的风声甲作恶。无论安怎，大法官被提名人，绝对会接受立委的质询，接受审查，由立法院行使动议权，所有纪录拢会受到严格检视。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市前经发局长陈凯玲介入光电开发弊案，检警追查了后，发现讲一间正出名的光电公司，因伫咧台南这个设立光电场，这土地取得的方式可能是违法的。检调昨去抄一间公司46个地点，也甲相关人士叫来问话。这间公司捌做过行政院顾问、姓顾的负责人，甲伊问话了后，是以400万交保。条仔顶面采一片一片的太阳能光电棒，某一有名的光电业者合资200亿，伫台南的7股设置5个光电案场，开发面积将近300公顷。去年水才动土，政却是表示用地处置敢若技术看似不法，检警为此30点开大动作的搜查。对于某光电公司等相关46处所执行搜索，并传讯该公司股性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及证人到案厘清案情。把最过行政院顾问的4个负责人问询了后，以400万交保，相关业务5名员工分别以15万甲20万块交保。根据了解，4月中已经予检方起诉前台南警发局长陈凯玲利用这款介入光电开发案提进案件，检方发现涉案业者敢若技术不法处理用地。胡胜辉，为什么在台南这么顺利，可以这么的这个案场这么的大场，就是因为蔡英文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蔡英文小英之友会的会长。国民党民意代表讲，业者甲蔡政府关系密切。民进党议会党团是表示尊重司法。警告民意代表讲，有部分不肖业者以围标引诱手段来竞争。我先做了，那接下来就协调了。无经过地主的同意，就先甲开工了。开工啊，路就甲恶了啊。阮啊，关门啊，就甲拍掉。台南光电的弊案愈查愈大条，民意代表认为检调应该赶紧调查，要偌侪光电的用地是不法的处置，也是非法安排的问题还原真相。政府也应该检讨正电的说法，阻止相关的弊端。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燕巢有一台载钢骨的拖车经过路口要倒弯的时阵，可能是这钢骨伤过长，直接插入去要直直行的公车内面，加在这个公车顶头迄个位，拄好无旅客坐伫遐。另外，伫同大溪有一台拖拉机，伊要转弯的时阵，无注意到奥多拜，就甲规台奥多拜交过去，加在这骑奥多拜的人赶紧甲车拼咧离开，才无造成意外。外面内底驶伫快车道的拖车准备要倒弯，高雄的公车要侧向外线直行，公车倒边后壁，煞去有拖车载的钢片直接插入去。公车的运将是行一条，加载钢片插落所在无侪人，无造成伤亡。保养一个，公车伫这边，迄只拖车伫这边，拄啊规个路拢袂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当中，拖车载物件的长度。为拖车第5链中心线到载物件上头前的距离，袂当超过1公尺；为车件链内中心线到载物件上后壁的距离，袂当超过3公尺等等的规范。这只起诉的拖车载钢片若像有11公尺长，若是确定有违规超过长度，就会裁罚。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详细肇事原因仍需深入调查。拖板车它除了要左转之外，另外它尤其是它的车身，如果说今天不是车身的问题的话，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修理车的费用，公车业者会向拖车来要求赔偿。大只车视线死角，较会造成行车的意外。外面内底这只奥多拜加油加煞停伫路口，煞拄到当要正弯的沙石车，加在骑奥多拜这个人赶紧闪开，才无造成重大意外。会看不到，因为它有4叉啦。嘿，因为你刚好转弯嘛，他根本看不到机车，因为它高度高嘛。警方表示，车伫转弯的时阵，前后链会产生内轮差，尤其是营业用的拖车，大部分后壁拢有挂车架，车身超过12米长，内轮差的范围相对搁较大。建议民众都要保持距离，或者是持喇叭来警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进前，因为附近吊车的吊杆落落来，造成捷运旅客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运安会今日公布调查报告，讲这绿线工程拢无风险管控，也无物件入侵的预警系统，这就是意外发生的主要原因。5月10号，台中新复发建案工地塔吊吊臂为高空坠落载运轨道，列车随后弄到，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5月30号公布重大事故调查其中安全通告，认定载运沿线建筑工程无风险管控措施，而且无大型异物入侵预警侦测系统，建议应该马上改善。监理机关要求营运单位评估装置主动式异物入侵侦测系统之可行性，
以避免列车因撞击异物造成危险事故。中捷意外发生了后，高雄捷运甲台北捷运已经先后针对小型的情境进行演练。颠倒是中捷到目前为止也未有演练措施，民代甲交通学者拢认为步调太慢。那既然意外已经发生了，北捷、高捷都从中得到了经验与教训，并且立刻展开演习。那身为当事者，身为引起1死10伤的台中市捷运公司，你怎么可以不赶快进行这些演练跟相关的设备改善呢？北捷他们都已经都有预防性的去做演练了，那中捷已经发生了类似的问题嘛，更应该去做相关的演练。这个演练是非常需要的。中捷公司表示，去年9月到今年4月，拢有模拟列车障碍物侦测作动，也佫发生5级地动了后物件落落去轨道的处理方式。未来会赶紧来甲双北捷运公司，也佫台北捷运工程局研商设置主动式异物入侵侦测系统。中捷将会跟北捷、新北捷及工程建设单位北捷局共同来研商设置主动式异物入侵侦测系统。该侦测系统因为技术需要连接到无人驾驶系统的核心系统，需要时间讨论。运安会强调，今年11月会搁再发布中捷事故事实资料报告，每年5月公布最后的调查报告，但是拢属于建议面，并无救济处分的效力。不过，台中市民进党团已经预告会启动议会调查权，厘清真相。记者台中报道。中国国产的商业飞行机 CQ-19已经完成头一届的载人机服务。中国国台办表示讲，未来也无排除会用这型的飞行机来飞两环航线。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只要符合安全规定、有认证的飞行机，台湾拢欢迎。不过，中国生产的飞行机 CQ-19目前是还未摕到国际认证。5月28日，中国国产的客机 CQ-19对上海的虹桥机场起飞，要去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顺利完成第一摆载客的任务。横看作是中国民航机国产化一个重要的指标。国台办31个讲，未来2环的航线嘛会当坐到这台。中国大飞机的空中体验正式走进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我们也相信，两岸民众一定可以在两岸的航线上享受 C919 直飞的体验。目前中国的国产客机 CQ-19还未摕到国际机构的适航认证。根据台湾民航局的规定，业者的航线证书拢爱写明使用的机型，若要变更还是增加，拢爱先申请，通过民航局的审查才会当飞。无摕到国际认证是无法度来的。不管是哪一种飞机啊，只要是安全哈、可靠，我们都欢迎他来哈。整个飞安的部分就由民航局来做一个确定。航空界人士分析 ，CQ-19的客机虽然讲是中国国产，但是包括引进这关键组件拢是靠欧美。航空器的组成其实和目前市面大厂的组件拢差不多。敢会当摕到国际适航证明，未来伊伫中国派飞的状况都是观察点，但嘛有各国对商业和政治的考虑。将来这个飞机在大陆的使用率有多高？它的妥善率有多高，就是派飞的比例有多高，这个就可以知道了。就是能够通过这个试航，那这个基本上呢是一个考量。那其实各国这个部分其实也牵扯到有一点点政治啦。定定伫两岸往来飞来飞去的前机师嘛讲，最近几冬中国对飞航标准是愈来愈严，大家期待的国产客机搁伫个测试的阶段，是管甲真严，小可有零件的问题就停飞检修，就惊去破坏到因的民族尊严。另外看市场规模，未来就算因无摕到国际适航认证，那顺利量产，干那中国国内线的市场都有够甲规模做起来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是最后一天报这综合所得税，到昨为止已经有97%的人报税啊，也是有20万户也未报。财政部表示讲，今仔日各区的这个国税局中昼无休，暗时加班收件到7点。咱来讲到这网络报税上班是到暗时12点。若准过期无要纳钱，唔若爱加纳这延误金，也爱互罚钱。今天中午为止啊，已经有625万户的民众完成了所得税的申报，看到大概有77%多的民众是透过网络来申报。
咱属绿岛受到这个马洼风台影响，今仔日放风台假，结算申报含纳款的期限拢会延后到上半日。财政部提醒讲，这税金万纳超过3天，就要纳这税金的1%，上济是加纳到10%。那超过这30天无纳者，就会依法来强制送执行。去年诈骗案件被告3万件，损失超过60亿。国内诈骗情形真严重，行政院要提出打诈公令1.5，今仔日成立办公室，下晡也挂败露。不过呢，这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灿等人，拢去牵涉到 IMB 诈骗风波。面对到那样指控，郑文灿有请律师提告，今仔日出现伫咧公开活动，访问到这个基地时阵，说是无正面回应。原本一开始是后面想想不对。讲话是头前后壁拢无共，对金流的交代嘛无清无楚。原来市场的查甫人哄骗，变作诈骗集团的车手，把家己的小号当作人头的洗钱号，走去银行要领一大条钱，行员起疑心通报。那你同学是89年次哦，1300也都可以当你孙子了，你知道吗？管区的警察知影了，随到场联手行员要查金流，打电话给被害人，是一个在高雄70多岁退休的老人，佮戆戆啊无相信，辛苦欠的100多万，差一点啊，予假投资骗去。全案讯后依洗钱防治法及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国内的诈骗是愈来愈多，对内政部的资料显示讲，去年就要3万件，财损有60多亿才多。为着这，行政院是提出掠诈骗公令1.5，成立掠诈骗办公室，在3月的下晡正式开始运作。不过最近有真侪政界人物是涉入 IMB 诈骗风波，检警30是发动第4波的敲锤，甲行政院前顾问陈进坤带回去。行政院的这顾问名单就我所知现在应该没有陈正坤。那至于他什么时候聘任，那容许我事后再来说明。其实，那陈进坤就连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嘛，互点名，讲伊和主嫌詹国伟关系真密。面对那样的指控，在请律师提告了后，郑文灿是几啊天都无出来，佮取消公开的行程，总算伫31出面。但是，访问到提告这个议题的时阵，伊同款嘛是无正面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到这劳动部的资料，讲这师训练机的技师一个月薪水差不多27万，说落来就是精算师甲医生。啊，那个人的经常性薪水方面，主管月计差不多是7万5，基层劳工只有3万1，一年所赚的主管差不多是120万，啊那基层劳工只有40万，就安尼来比就差3倍。6月毕业季就要来啊！真侪大专大学的毕业生，拢要开始找头路做工课。除了兴趣和环境，薪水当然嘛是这毕业生找头路的关键。劳动部31公布去年7月职业队的薪资调查，以一个月的薪水来看是技术上悬，过来是精算师、医师、准的监管人员和职业运动员等等，因一个月的薪水拢超过10万。技师的这个养成其实也是有比较漫长的一个这个阶段，可能要从这个培训啊，副技师到正技师才有机会拿到这个年薪100万的一个这个状态。第一代人经常性的薪资方面，去年主管和监督人员的月薪是7万5上悬，过来是专业人员10万2，基层的劳工干那3万1上低。年薪的部分，主管会当到120万，基层的劳工干那40万，两个是差3倍。有学者认为讲，台湾薪资的隐形化是愈来愈明显，因应未来就是一个数位化的时代，找头路的人要有数位化的思考和专业能力，才有可能增加家己的竞争力。就是密集的情况底下，高阶主管或是专业人员的这种他的工作知识含量比较高，所以当然他就对公司来讲，就是这些人的他在薪资上会给比较高的待遇。那进一步去分析各种这类的各行业的薪资状况，专业人员是以医疗保健和社会工作服务业的薪水上好，一个月薪水平均6万9，年薪是101万2千；金融保险业的平均月薪6万9，年薪136万6千；运输程度业平均月薪6万6，年薪有126万4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画图晶片的大型公司辉达，因的股价30冲到美金406块，市面价值是冲破美金1条，成做美国有史以来第7间，也是半导体产业头一间股价有破1条的企业。美国纽约股市在毛种树纪念日假期了后，头一个交易日，国际危机即要到啊，股票为阿震荡。
晶片大厂辉达却是伫开发新超级电脑，甲 WPP 以及软体银行合作新的 AI 联名，以及截至7月底进前的销售，远远超过华尼龟有期5成以上等一连串好消息的激励之下，股价伫早盘就徛上406块一角美金的价位，期待冲过1兆美金。甲苹果、微软、亚马逊、Google 这母公司、阿发贝尔这企业，拢进入1兆美金的名单内，速度之紧，互分析师感觉真意外。So I've been doing this job over 15 years. I've never seen at least a near-term beat quite of that scale, especially for a company that is as large as NVIDIA is. And like, frankly, when I saw that number, I had to look at it twice. It didn't really register in my brain the first time. That's how big the number was relative to where expectations were. I think. 台湾的美国籍的企业家黄仁勋30年前伫加州硅谷创办的辉达，专攻 3D 电脑绘图的圆形处理器 GPU。去年11月 ChatGPT 推出以来，辉达一粒爱4万块美金的超悬速晶片 H100， 就将这建构 AI 系统的关键。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伫华尼街日报的专访官宣就讲 ，H100 根本比毒品还较歹买。马斯克为了打造新的 AI 公司 XAI， 有时去买几若千粒辉达的晶片。We have now reached the tipping point of a new computing era. This new computing model is now enjoyed and embraced by just about every computer company and every cloud company in the world. 尽管 Google、英特尔这大厂也拢伫咧一代晶片，也毋过圆形处理器的开发走上头前的辉达，产品比对手近2年。市场分析师认为 ，AI 市场半导体这个大饼，即阵看来辉达是赢的人真上济。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一段上新的画面，因指控中国战机伫咧南海空隙甲美军军机砸落来。这代志发生的前一天，中国则拄拒绝这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长伫新加坡会谈。即马美国搁再公开这段影片，才显示讲这美中关系有影是真紧张。画面内底一架中国歼-16战机，雄雄为正面切过来，飞过飞轮机的头前。第四美军这架 RC-135侦察机飞过歼-16的喷射尾流，机身是喊甲真大力。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这段影片，指出日美国军机伫咧南海空隙飞行的时阵，去互中国军机拦截，而且做出非必要起事的举动，双方离差不多121公尺尔，根本就无咧要意会安。美军强调讲，这是照国际法地形性通过。事实上，去年12月份，中国战机甲美军 RC-135才伫咧南海发生类似的事件。迄当阵美军无法度，就要赶紧闪开，才袂烧弄。学者分析，美中伫咧南海竞争已经真久，这个事件可能嘛甲拜6礼拜就要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有关系。他会希望的就是塑造出中国，它是一个会去破坏当地秩序的一个角色。在这一个香格里拉会议之前，是让各国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对中国有更多的一个你要说挞伐也可以。因为前一天中国才拒绝美国国防部长伫咧香格里拉期间进行双边的对话，外界分析可能是北京不满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去互美国制裁，嘛互美中的关系恢复受到阻挡。白宫表示，军事对话也是真重要。Military conversation is obviously critical to avoid any misunderstandings or certainly avoid what we see as competition. 目前南海情势愈来愈紧张，菲律宾海防队29宣布，为6月7日至7会伫马尼拉湾出海口，甲美国海岸防卫队、甲日本海上保安厅头一届举办3国海防部队联合演习，希望强化警备能力，应对中国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北韩进前才公布已经完成军事侦察卫星的测试，准备要伫今仔日透早发射。不过这款新型的卫星火箭却因为引擎燃料系统无稳定，落被发射失败，落入海里。这南韩甲日本有侦测到这火箭发射了后，要对首尔也个Okinawa发布避难的警报。公司警报一直伫咧南韩首尔市内搭，平常时人潮来去的街路暂时拢无人。南韩早起6点27分左右，侦测到北韩为平安北道东昌郡地区的南平发射一粒北韩公式军事侦察卫星物体，了就对首尔地区发布紧急避难警报。 자, 방금 들어온 소식 다시 전해드리겠습니다. 북한이 남쪽 방향으로 우주 발사체를 발사했다고 합동참모본부가 조금 전 밝혔는데요.
자, 일본 정부는 북한 미사일과 관련해서 오키나와에 있는 주민들을 대피령을 발령했다고 밝혔습니다. 日本政府第6點半，嘛緊急發布最警報，要求沖縄機場馬上避去附近建築也是地下。第南韓當局在幾分鐘了後，講首爾警報是誤發。日本嘛在7點4分左右研判北韓發射飛行物體可能無危害日本本土，也是國民的危機，解除這警報。北韓捌在29通知日本政府，要在31到6月11之間發射人造衛星。不過日本政府認為北韓是照着發射衛星的名，實際上是發射彈道飛彈，所以日本防衛大臣並且建議嘛在同一天發布要把彈道飛彈拍落來命令，要求自衛隊在東海甲日本的西南群島部署哪吒飛彈的部隊。本日、北朝鮮から弾道ミサイルと思われるものが発射されました。現在のところ、被害状況等は報告されておりません。それ以上の詳細についてはただいま分析中です。經過北韓官方媒體朝中社報道，在發射衛星2點鐘半了後，已經確認衛星發射失敗。這款千里馬1號衛星載運火箭在第一階段分離了後，到第2階段發生引擎燃料系統無穩定，失去推進力了後落入黃海。國際新聞台是唐平玉。國本地甲郭台銘伫5月30日去到金門迎成紅，兩個人除了做伙光橋以外，暗時閣在做伙看海影，敢是有機會合作出來選擇正副總統呢？海友表示講，伊甲郭台銘的理念正相似，也相信郭台銘會照約束該支持。凍蒜，凍蒜。甲黨團的成員大家大發口號，展現團結的氣勢。迎接2024年總統大選，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新北市長侯友宜3日到立法院拜會國民黨團，第4時也向所有立委行禮致意，強調家己更加打拼。政黨做不好，抱歉，政黨就輪替，我們來承擔，我們一定做得比民進黨好。侯友宜競選辦公室6月7日要成立，負責商務工作副市長謝正達、市府副秘書長張其強會請辭專心投入輔選。謝正達的渴望由前副市長新北市主體甲都市競選中心董事長陳順競登來接。而民眾黨總統參選人郭文鐵甲鴻海創辦人郭台銘30受邀請出席金門迎成紅的活動。兩個人除了鬥陣光橋，暗時也出會去看海，也引發兩個人是不是要合作的聯想。昨天晚上你们都忘記了。我的意思說，人與人之間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也不用山盟海誓的，平常心就可以。郭文鐵講到家己付出的標準，伊較介意企業界也是中南部的人，而且互保性較懸的人選。而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新北市長侯友宜是講，相信郭台銘是一位守護中華民國、深化民主自由的人，甲郭台銘雙方理念相近，也相信郭台銘會信守承諾支持伊。記者綜合報道。民進黨主席賴清德發出打造民主大聯盟，下黨派人才合作，卻引起黨內反彈。縱看台灣聯盟理事長吳怡農就發文表示，認為安尼施做可能對民進黨的長期發展會造成傷害。賴清德今仔日就宣布第2批立委定調人選，定調前民進黨副秘書長林輝鵬，也個議員吳派益，並無進前風聲的網稱雞排妹，也就是鄭家順。民進黨2024的立委選舉，黨主席賴清德是發出打造民主大聯盟，但是無黨籍的李正浩來合作，佮傳出有去定選雞排妹啊鄭家順來參選，引起黨內的反彈。要選2擺立委的總括台灣聯盟理事長吳怡農30日面冊講，民進黨敢若是為着選舉熱度，甘願放棄含黨共濟一隻陣的少年伙伴，認為講民主大聯盟可能對民進黨長期的發展造成傷害。民進黨徵召本黨的優秀人才，民進黨非常珍惜年輕的世代，年輕人的未來就是民進黨的未來，也是台灣的未來。定調出現爭議，黨主席賴清德特別在30日中執會了後，親身來宣布6個困難選區的名單，並無大家一直討論的雞排妹啊和黃捷。前民進黨副秘書長林輝煌去出戰台北市中山北松山的立委，文山南中正定調議員王民生，中間文化吳派益出線。我會盡全力爭取最大的支持，一起捍衛這些年來我們一起追求的進步改革的成果。
不让台湾走回头路。担任过幕僚，过去这些高压的训练给予我的是踏实的经验，也让我有信心。另外，李北业是参选高雄市第3选区，刘仁照是参选桃园市第5选区，孔世明参选苗栗县第1选区。那幕僚出身嘛，顶调社会的专业人士，大清帝是强调讲推出民主大联盟有3点意义，包括政治工作者要有接受新观念的勇气，希望和无同的角度的经验和看法入来到民进党决策的思维。后礼拜开始，阁有演讲会，要拍拼消除党内的信赖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文化领域相关荣誉奖项第42届行政院文化奖颁奖典礼伫今仔举行。这摆的得奖者有布袋戏艺术黄俊强、台湾芭蕾音乐家李淑德，也佫有台湾表演艺术工作者吴正杰。经典布袋戏《分州大儒夹》捌创下收视率90%以上的成绩。背后主要的大功臣就是布袋戏艺术黄俊雄。第42届行政院文化奖90岁的布袋戏国宝黄俊雄是得奖人。颁奖典礼顶悬由后生黄立功代替老爸来领奖。其实父亲的教诲甲传承最重要的是讲，咱这个戏剧部分爱袂当脱离这个忠孝节义。虽然讲技术啦、摄影方面拢已经进步啊嘛，但是伫剧情的部分嘛是袂当脱离这个忠孝节义，这一直以来是阮坚守的一个部分。伫台顶演出的是阮剧团为第3个得奖者吴正杰所编的戏剧。吴正杰是国内表演艺术的重要推手，伊创办的兰陵剧坊，其中侪团员拢真做台湾剧团界的出名人士。做老师不一定都爱在教室内底，所以对拢啥处处拢是教室，时时拢是会当教册。像兰陵剧坊，就是讲我转来是了就有一群少年人嘛，因拢对戏剧有兴趣，安怎知道戏剧系足少，我就去遐指导。台湾芭蕾之母的芭蕾音乐家李淑德也得奖。李淑德为美国返来台湾了后，就投入教学。教50年以来，伊的学生遍布台湾甲国际，伊的脚步嘛行过台湾每一角市。伊是甲我讲，迄阵台北首善之区啊，所以较侪芭蕾的老师，但是中南部真正较欠缺，以寒假、暑假，伊拢甲学生结合起来，会训练乐团，会演出。50年前真正是无法侪选择。第42届行政院文化奖颁奖典礼，拜三伫台北市中山堂举办，由行政院长陈建仁颁奖。文化部表示，行政院文化奖是国内文化领域相关的荣誉，目前计共有93个人得奖，拢是对台湾文化顶尖有贡献的人士。记者郭文正俊由台北报道。伫彰化市呢，有226000人是彰化县人口上介济行政区，其中65岁以上就占18%趴瓜。县政府当咧规划要开1亿7000万，甲这向阳社区活动中心，打造做整合式的中照大楼。不过，这地方意见百款，地方的代表会也正反对，这个规划案暂时撤案咯。老大人伫室内活动开讲，气氛真热烈。彰化市向阳社区活动中心是当地老大人上爱来的聚会场所。也毋过彰化县府有家己遮打造整合式长期照护维护大楼，爱甲旧的建物拆掉，再搁起新的大楼，民众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当然唔敢贵，唔敢，咱若有较好，对以后咱的养老、咱的育婴拢较好，是毋是咱选择较好的方式安尼？你拆落，中间的这段时间。阮在老伙要倒，恁要安怎做，拢可以，都莫拆安尼就好啊。吼，去别地拆，去别地起。彰化县卫生局讲，当地老化速度真紧，并且顾及公年龄层的需求，要用1亿7000万兴建长期照护维护大楼。1楼相关是活动中心使用，2楼到5楼规划托婴中心、湿地加辅具资源中心、日照中心加梦想馆。尤其彰化市人口密集，土地歹势，向阳社区活动中心属有市公所土地，地段好，经过800平的基地，希望各界共同来促成。主要是这个地方的老化跟少子化之后托运的需求真的是太快了哦，因为土地在都市地区的土地一地难求，它实际上是用整体的考量哦去做这样一个案子的一个规划。1亿7000万经费由卫福部补助3378万，其他由彰化县府家己出，希望处理彰化市公所土地使用同意书了后，年底顺利来发包。也阁有地方意见无同，代表会表达反对，市公所因此决定暂时来提案。县政府对民众的说明似乎不够，
所以民众还有相当多的疑虑，也要提供更详细的规划书让代表会来说明所以这案我们先自行撤回，但是还有提案的机会。市长林世贤强调，彰化市的登记证和需求真急，提案不是放弃，而是后续会请官府提供更加详细规划书，并且向民众充分来说明，处理社会共识了后，才会过来提案。记者综合报道。唐德宗纪念馆伫2年前由民众的力量做伙集资改买落来，不过这栋90年的老厝已经年久失修，内面会漏水，搁再加上这间厝无拍地基，损害更真严重。为着要保存这文化资产，协会发起修复计划，只是讲这需要真侪经费，即马拍算要对外募款咯。开头卡拢是建筑的废弃物，这是2当前成立的唐德宗故居纪念馆。这2当才办过真侪活动，不过这栋90多年的老厝，除了会漏水，厝阁无地基，规个起一平。第二呢，协会搁一摆发起募款的计划，要赶紧来征收。它是一个古都啊，可以欢迎各外地的人过来这样参观。第一个部分就是伊还原伊原来事务所佮徛起的这个日本时代的迄个原样，就尽量可以恢复。第二个部分就是阮会将重新来设计新的这个电视的功能。唐德宗历史是200事件的受难者，伊的故居是靠民间募资才抢救落来。目前暂停开放，协会已经完成地质改良，应该拆落来木材拢捡起来，佮做编号，目的就希望恢复者原底模样。要甲历史遗产保存落来，爱开真侪钱。目前政府已经补助7成，不过村的协会爱佮做100几万。未来改造了伊嘛是做人民的博物馆，所以我嘛希望来加起来总共的费用这个将近要1000多万的费用，会当透过各一届的这个群众会当来斗3工。唐德宗纪念馆理事长表示，改造了后，打算要甲原底唔敢藏入来的文物展示出来，甲规划特定甲讲座，帮者真做是纪念建筑。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文化总会要带国内的抓风车剧团去到匈牙利表演，除了庆祝布达佩斯建成150年以外，也要专工表演给当地受用的乌克兰难民看。这届要做的戏份就是这罗车闹龙宫，希望让因当感受到台湾文化快乐和打拼精神。团员认真地学匈牙利话，搁着利用有闲的时间制作演出的布景，就是因为抓风车剧团因要伫咧6月中前往匈牙利去演出，除了要庆祝首都布达佩斯建成150周年，这撮戏搁有另外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去安慰当地的乌克兰难民。相当接近乌克兰的地方，那同时能够有机会了。这个能够让乌克兰的难民以及其小朋友来观赏，我觉得这不只是文化作为外交的第2张名片而已我想这其实是展现台湾其实是与世界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目前匈牙利境内也有数十万乌克兰的难民，其中囡仔也占不少。剧团这边专工准备罗车闹龙宫这出戏，希望透过三太子这尊囡仔神的形象去给安慰。另外，更有准备2000份香灰袋要送给这些难民。哪吒也代表了一个小孩子面临那个困境的一个奋斗，去给他们的小朋友看看台湾文化的那种欢乐跟奋斗的精神。文化总会表示，抓风车剧团这边的表演结合本地戏、百家将也个北馆，除了要把台湾的传统艺术推广到国际，也希望会当透过民间的交流，发挥台湾文化的软实力，用国民外交突破外交困境。记者林秀凯台北采访报道。风台马瓦的外围环流，甲东海岸上界大烟仔站，也就是设伫海里的气温柜的毁掉。台东的基号渔港码头也放弃，因为这基号海域是东海岸船坞的研究地，就学者讲连码头拢风扫歹去啊，这海里超过150种的船坞生态，真有可能会受作用。
东海岸基惠渔港码头海底沙洲拢被长期的码头，即马大兴也会超过肉粽港。码头顶悬定期渔网作业用的吊车过出去，已经无法度用。受到马洼台风的侵袭以及一个强浪的侵袭，码头面呢已经塌陷恐怕没办法作业，整个那个吊车已经倾斜下去了。基惠渔港有47年历史，以前风台侵袭拢无造成重大损坏，不过这摆挡袂掉马洼风台外围环流引进的大型冲击，受损严重。其实这渔港是每年东海岸船澳搭体检的重要基地，海底船澳搭生态丰富，学者调查至少150种外各种船澳，即马码头拢被大型拍海去，学者烦恼船澳恐惊也受影响。在那个湾里面，其实有一些那个体型比较硕大那种微孔珊瑚，因为这次台风其实蛮扎实的，从它带进来的浪呢，其实冲击都会蛮大的。每年4到6月也记录过船澳生卵，但教论讲，这是东海岸重要的船澳研究基地，伫风台过后会过来进行船澳体检。记者综合报道。体育署为了要鼓励少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看比赛，把本地动资馆转型做青春动资馆。6月7日开始发，目前规划单年会固定发。16岁到22岁民众通好紧领到。若高雄市即马是宣布讲要搁再添起哩，民众若去到高雄市7大运动中心，用500块就会当换到价值1000块的会员资格，逐个月还会当抽奖。啦啦队活力开场庆祝高雄盐埕运动中心开幕。这座全国第一座结合室内体能3项训练的场所有真侪新设备，民众会当付钱使用。市府嘛推出着使用青春动资券的优惠活动，全部消费在我们的运动中心里面。那么我们运动中心这一次推出的这个专案，就能够让你获得1个月的这个体适能健身房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机会。市府表示，用500块青春动资券会当买到叮当2倍价小的健身会员，鼓励少年族群加来使用。青春动资券6月1号开放领取，过来有户籍，年满16到22岁族群拢会当领到500块。领取的方式是透过电子批包，1号当天就会当到青春动资券的官网来申请，点选着随领取了后输入的个人的资料，会当收到 QR code 付款买。使用的时阵，伫实体店面爱用 QR code 付钱，那伫线上平台就是用付款买，但是结销的时阵，拢爱提供着身份证最后的4码来验证，才会当成功。我觉得还好，因为会看的人本来就会看，不会看的可能就是觉得好像没什么兴趣，还是会去领吧。不过有空才会去看，不一定就为了因为那一张券而去看。真侪符合资格的少年族群拢讲，因会去申请，嘛认为运动还有看比赛，也是个人的习惯，嘛有无符合领取资格的民众私下来反映，讲既然要推广，无应该有限制，还会当有较侪效益。记者王柳婷、林昭宽高雄报道。今朝文教基金会31日发布一份报告，内容是针对国中以下的学生对这个减碳认知的调查，发现到64%的囡仔对全球暖化造成的危害感觉会惊吓。不过，也有57%的囡仔认为，无做好节能减碳的原因，是因为平常时无培养好的习惯。刷手关电火、珍惜用水，拢是生活当中会当做会到节能减碳的方式。新北市生态国中就为课程内底教囡仔安怎做好减碳，学生也分享为学校学到的内容，伊也把这寡知识应用伫生活当中。净滩还有进餐的过程中，就可以了解一下一些节能减碳的知识，了解如何把捡到的垃圾然后分类，让我们可以减少使用一次性塑胶用品的机会。搭公车或捷运其实可以更环保一点，而且虽然说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方便，但是如果是为了这个地球做这样子的努力，我觉得很值得。今朝文教基金会31日发布一份报告，内容是针对高中生学生对节能减碳的认知。调查发现讲，有60%的囡仔对全球暖化造成的危害会感觉惊吓，不过嘛有57%的囡仔无做好节能减碳的原因，是因为平常时无培养好的习惯。报告也指出，60%外的儿少是透过课本佮有老师得到正确的减碳知识，有88%的儿少平常时上接做的减碳方式，就是刷手关电火。节能减碳的知识，其实对孩子来讲并不困难，可是要怎么样从
生活中开始，怎么样变成是一个行动，对他们来讲是真的会比较难以去实践。金车基金会也表示，对调查也发现，囡仔对减碳的相关知识是有一定程度的认捌，只毋过干那知影还阁无够，爱提出实际的行动，爱做惯势是阁较重要。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中国大鸟禽国家公园最近公开一只野生白化鸟禽的珍贵画面，这规身躯拢白色色，连目睭两大乌乌也拢无记。专家指出，讲目前伊的生存状态真好，只是讲敢有生态能力，可能爱去观察。讲到鸟禽，一般会想到的拢是乌色甲白色的色水，目睭乌乌，看落真古锥。不过画面这只鸟禽规分属是白色的。原本应该乌乌的目睭，都亲像风收掉共款，看落无啥自然。向向一个看，也就是有北极熊走入去山区。伊是生活伫中国四川五梁国家自然保护区，真罕见白化症的鸟禽，目前差不多6岁至7岁。当地专家表示，这有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头一只伫野外记录到的白化鸟禽。这只白化鸟禽是伫2019年4月份头一届以红外线摄影机翕到的，伊的分数看落圆滚滚。向向翕到影像，互研究人员看落是惊一条。伊当阵初步估计伊的年岁是2岁至3岁。经过4年多以来追踪，研究人员伫白化鸟禽可能经过路线，按红外线摄影机。最近总算搁一届翕到伊伫野外生活真珍贵的影像，甚至还阁有伊甲一般的鸟禽伫耍的画面。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较长时间监测，能够揭开这个白色大熊猫的这个在这个区域，还有没有同伴，还是一个什么状况？因为真正摕到的资讯无够，无法度知影这只白化鸟禽伊的爸母是啥物人，毛的色水是啥物款。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员李成表示，真正伫陕西真岭，嘛发现真罕见咖啡色甲白色的野生鸟禽。这个伫五梁记录到更较罕见的白化鸟禽，伊认为是基因变异造成的。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只个体，然后它在这个种群里面，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是很好的生存了下来。李成讲，白化症的动物一般拢有基因缺陷造成的疾病，不过就目前的观察，伊的健康甲生存那像是无啥物大问题。不过白化鸟禽敢会当顺利生产，甲变异的白色基因继续延续到后一代，也要观察。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第二，若到热人，拢会烦恼讲温度伤高，造成森林火灾。伫第二南部着人甲这饲的山羊仔呢，全部再去树林，甲这草啊食了了，用这款的方式来做出自然的防火线，避免大火烧的时阵一烧就烧几片。甲火柜车内面这阵山羊特工队放菜叫因去食草啊，若拄到森林大火就较袂炭烧。Nuestro emprendimiento partió el año 2017, cuando nos vimos amenazados por un incendio y comenzamos a investigar qué metodologías podíamos usar que pudieran convivir con el medio ambiente. Y encontramos esta metodología que es la alternativa al uso de herbicidas, a la quema, a la poda y quema. 伫智利南部城市圣胡安娜当地人所做的这支山羊特工队。今年离家100多岁一座原始的森林公园，迄场大火是因为天气热佮大雾所引起，造成中南部有几60个人死亡，几6000人受伤，未甲44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掉，就是因甲规排树仔草食甲空空，变做一道防火墙，火才无过炭烧到公园内。Cuando nos vimos enfrentados al incendio de este año, en febrero de este año, el 3 de febrero, se puso a prueba la estrategia. Nuestro predio de 16 hectáreas se vio afectado solamente en un 10%. Y es por eso que hoy en día estamos más confiados que nunca que esta metodología sirve y la queremos entregar a otros territorios para poder generar una prevención ecológica de incendios y poder aportar de esa manera a mitigar los efectos del cambio climático. 山羊特工队自原本16只到即马已经增加到150只，而且也推广到葡萄牙跟西班牙。A través del pastoreo, las cabras van comiéndose
las zarzas principalmente y otras especies que crecen bajo el bosque, disminuyendo el combustible disponible en caso de un incendio, permitiendo que su combate sea mucho más fácil. Las brigadas, al estar limpio, como ven ustedes en el bosque, es mucho más fácil y accesible. Y de esta forma se evita que el fuego suba a las copas de los árboles. 伫热天温度悬，常常造成森林大火，一直互智利正头疼。研究人员讲，这种自然生态方法，若是当拍火防火，样啊放会使，会当互这个土地变做较肥，防止土壤被侵蚀。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 个人到新竹对25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5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